半個世紀前，觀塘變成香港第一個新市鎮，令裕民坊成為咗東九龍嘅靈魂，同觀塘最熱鬧嘅心臟，更加係街坊打牙鉸嘅地方，買餸嘅、等車嘅、放學買零食嘅，全部都喺同一條街上面擦身而過。講起聚腳，一定唔少得1981年嗰間麥當勞，曾經打破過全球單日最多顧客紀錄。一句夠麥等係觀塘人嘅集體暗號。隔離嘅寶聲戲院亦十分出名，唔係睇戲就係喺門口等朋友。嗰陣時冇手機，約人就要靠寶聲門口現。舊時裕民坊酒樓成行成市，點心車嘅叫賣聲係幾代人飲茶嘅集體回憶。時代巨輪轉動，裕民坊迎來蛻變，新商場起好咗，有全港首個最大嘅冷氣室內候車處，而昔日嘅小販情懷就喺裕民市集入面延續落去。或者我會掛住從前嘅裕民坊，但係見到嗰棵仍然企喺度嘅細葉榕，就代表裕民坊嘅靈魂就仲喺度。舊回憶，新地標，繼續寫緊觀塘人嘅故事。